想叫你要爱着我，哈哈哈。
感谢花坛中口社区，因为太高了。天空不亮。
好棒！第一条来唱这个水产，哦，另外一个名叫做做伙回来啦，做伙回来好。在场的来宾。敬拜上天啊，听惜土地啊，感念祖先啊，阮是打拼的最灿烂。帮我拍谱啊吼，爱缀音乐做伙拍。水草在烧，田鸭肉在跳，鱼仔虾仔母虾仔，你咧你小吹，河流在挣脱。残念，你不会经过，鸟啊，为无恋的过去，回到转来。转来啦，做伙转来啦，转来啦，转来啦，做伙转来啦，转来啦，转来啦，转来上水的水产，转来啦，转来啦，做伙转来啦。草田甲肉做伙转来啦，鱼仔虾仔母虾仔做伙转来啦，你拍残影，你不会经过，做伙转来啦。转来上水的水产，转来啦，转来啦，做伙转来啦。感谢。大大的世界中，小小一个岛屿，悲怀中大汉的阮，嘛放袂记。阮要用全部的开朗，唱出对你的亲情。歌声中有一丝真心的懊恼，嘛有感谢甲依恋，疼痛甲忧患。全心全意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不是你的土地叫白芳，因为你的怀抱遐尼啊温暖，
亲像爱家己的母亲，不是你的有使，特别丰富，因为你用艰苦的命饲大了我。 全心全意的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不是你的土地特别好，因为你的怀抱遐尼啊温暖。全心全意的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不是你的有使特别丰富，因为你用艰苦的命饲大了我。 一生大大的世界中，小小一个倒数，伫你怀中大汉的阮，捌袂记。阮要用全部的气力，唱出对你的亲情。歌声中有只是真心的呵呵，嘛有感谢甲依恋。 疼痛甲忧患，专心在疗愈，谢谢。 照着倒数，倒数的南方，南方的山怀抱着港口的是少年的心痛，还有倒数的高脚，船只带着消息。 一逝搁一逝，亲像海鸟对着海洋开阔的梦想。伫倒数平原的海洋中心，伫黑暗时阵历史交接的时刻，守护咱的梦。 照着咱的头，伊看过每一个等待的暗暝，伊引带每一只找厝的船只，守护咱的梦。伊照着咱的头，会是希望的方向。 中心伫黑暗时阵，历史交接的时刻，守护咱的梦，照着咱的头，伊看过每一个等待的暗暝，伊引带每一只找厝的船只，守护咱的梦，伊照着咱的头，迄是希望的方向，迄是希望的方向。
往时阵历史交接的时刻，守护咱的梦，照着咱的窗，迄是希望的方向。永塔，感谢大家，谢谢。那咱县政府会参与咱教育处的副处长、各位贵宾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足欢喜，大家做伙来参加咱，唔知安怎讲吼？台语剧文闹猜猜，咱做伙讲较好。来，台语剧文闹猜猜。欢迎大家做伙来。咱遮有罗马字，咱伫遮希望咱家己的台语，大家拢会晓讲。咱不但是台语，包括咱的台文，包括咱的罗马拼音，大家拢会晓熟悉。咱期待咱家己的文化会当顾好，佮会当发展，佮会当伫世界，安尼大家拢看得到，敢好？好。咱大家知影讲，即摆的少年辈可能需要咱大家去鼓励，互咱的台语会当顾好，佮流传。咱就是政府足用心的，咱的县政府嘛足拼势吼，学校老师、校长拢足认真。但是咱原来真拜托每一个家庭伫家己的厝内，就原来有要紧。咱虽然即摆讲袂啥通，无要紧，只要你肯讲，就会听。就愈会熟悉，所以这是咱大家共同的责任。咱大家阮拢讲台语真欢喜，咱敢会使做伙讲台语真欢喜。佮第二句是讲台语我爱你，好无？讲台语我爱你。第三句，咱就是今仔日会办这个活动，就是讲，咱拢要鼓励大家，咱大家拢来讲台语，无论食饭的时阵还是伫外口咧，伫厝内，大家普通来训练鼓励大家讲台语。所以咱今年的句叫做“咱来讲台语”，赞，安尼好，做伙念一个敢好？咱来讲台语，赞。赞就是大家拢爱真正讲哦，毋是干那来遮甲咧念的尔吼，是真正逐工就大家来努力。所以咱有伫年中就有开始讲，伫年尾一定要鼓励大家，若是有安尼做的，若有办咱的号召，年尾大家就来伫咧参加活动，就转一个囡仔，年尾咱就有抽奖哦。恁看今仔日安尼礼物，毋知会使啊袂？毋知会使？遐个有诶哦，遐个有诶哦吼，遐个有有 iPad 哦，个有各种诶电器活动足侪，较少伫。咱伫遮就爱多谢咱足侪好朋友，甲咱足赞助吼。咱应该会当先请遮有甲咱赞助，拜托我即马。恁若要看，会当伫遐看单啦吼。请恁起来一个好无？阮逐台你拍电话好啦。咱有看着球，现看着迄篮球，迄就是作业，迄拢比赛球呢。迄一粒拢足侪钱的呢。来，咱作业代表请起来一个好，好啲就互别人抽掉吼。所以就大家来起来一个好无？起来。咱有甲咱送名的，咱。其实大家拢足要紧的，大家有参加有推动拢足要紧。但是遮一定有特别甲咱办演讲比赛时拢会送球哦。但是恁知影，迄就是拼第一华府建设当处长吼。当处长，你好。人今仔是有几多张？迄个摸彩券哦，若敢若第一遍来是1张尔的哦，来几落遍的吼，有当囡仔有办好食的先到，迄个机会就好让互人去啊。一定要在现场哦。所以吼，咱就互现场的人吼。好，我想我就忘加讲话吼，咱伫遮多谢真济苏永清校长感拍电话，感谢你，一团队哦，拢做伙吼。咱今仔日有足济活动，对一早到下晡有。咱知影嘛有社区的，嘛有细汉幼儿园的，嘛有小学的吼，嘛有咱的各种的
10月快乐过招吼，一日长。咱若今年办了，大家感觉满意吼，咱明年过来办敢好？好，赞哦。你讲，咱县政府唔知好唔好呢？好唔好？好，有听甲拍我一个吼。好，咱教育部下部长讲下晡才要到啦，所以伊下晡会到吼，表示原来好啦。所以吼，咱就愈热情，大家愈较侪人参加，咱的活动愈办得好，咱的台语、咱的台文、咱的艺术、咱的文化发展互全世界，大家拢知影台湾人足公平的，好唔好？好唔好？好，多谢大家，多谢，谢谢。咱县县长啦吼，还是咱的老中官吼，个咱姚志正吼，个有咱足侪咱这个前辈吼，个有咱在座足侪咱这个乡亲啦吼，有咱拄好迄个台中来罗厝国小的这小朋友，我这表演了安尼真精彩的吼，我想台语文吼，咱台湾吼是一个多元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融合吼，尤其台语文是一个主体，拄仔讲吼，拄仔我听到讲安尼囡仔吼，拢讲安尼，拢吼，伫厝边头报告，咱这吴志明先生吼，讲安尼教了无够。有影啦，即摆咱细汉囡仔吼，拢伫外口伫学校吼，拢讲这个，咱讲应该是讲华语吼，还是国语吼。拢伫遐学做侪啊！这颠倒家己的母语吼，拢较无啥讲袂认得。像我囡仔吼，共款，细汉的时阵吼，嘛拢阿妈拢用讲机咧讲吼，伊要甲我考试，我听无，讲你只要用台语讲无，我听听无。大家即摆读大学的钱嘛是搁共款啦。我想这个咱这台语文吼，要是要搁较吼，向下吼扎紧啦。我想。尤其是咱今仔日做侪咱国家这个语言，咱来好来将伊发挥出来。拄啊，小朋友小朋友在囡仔听拢安尼唱从这新的外来语拢甲用这歌曲较早古早时阵阮拢像讲你咱的凊彩讲来讲西北部一直都即仔鱼要娶某那么飞金鼓来唱五大兄拍锣鼓囡仔咧讲话时阵对无？迄个幼稚园的时阵，伊就甲改编的，什么水鸡光椒双目土，伊甲改做水鸡光椒大巴肚，田里野鸡化艰苦，想想的这真趣味。你也看这种像咱咧漫画，毋是卡通影片，漫画你甲编做一个动画安尼真趣味。所以讲咱的台语文是真非常的优雅咱唔好袂记咧讲家己的这个母语。我想今仔这个活动真正有这个机会甲荣幸来遮感谢大家感谢全县长的邀请县政府这方面呢，咱继续咱也是搁向努力，伫咧学校也好，伫咧可能的医生来，咱拢真正来做伙来拍拼尤其是这八卦山这地区，咱观光旅游钱有一个整体的计划将来这一部分若会当小部分大家规个人去做伙整体的规划我想还佫会较侪人来以上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奖就甲发出来了现在咱看叶阳公仔。文老猜猜，欢迎大家来做伙。来，你上。义教部对推动本土语言非常用心。今年正月初9有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14条就规定110日学年度3年以后，国中、高中拢爱教台语。所以在座足侪志愿人员，你嘛是有迄机会会当去修教学堂修完。恁甚至你若教40年以上，你就要去实习，所以变做师资会更加多元。另外去创造一条囡仔歌，国语唔知佫会记一个。小弟先生，所以讲阮转来可能会甲台中市政府合作用偌厝国小物件甲付出的钱看外头会帮人寄回来。所以讲大彩彩欢迎大家做伙来。咱接过来。这字拢同款的有无？4字拢同款的，真正的。三人若同心，乌道就变成金。恭喜大家好，我是对大川来。嘿，我是大川新妇。大川新妇。高新来。
无心啦，啊，你有囡仔来无？有春香国小。传承国小。传承国小。传承国小，再来插转去啊！来，来拍一个拍啊！来拍一个拍。三三五七，恭喜恭喜！大家好，我是在地中华囡仔，我伫内头咧食头路店主任，我伫华硕电脑咧上班。好来，等下，谢谢。来，小班主任，咱给咱的福音，好，给咱的福音，来。3013。这个咱老师的囝的看对无？洪庆老师的囝对无？哦，这自细汉，因爸爸妈妈足认真的，因爸爸妈妈原来是咱咱的集团的主角，啊，这囡仔未来原来是主角啦，哈，你家己讲嘛，我袂晓跟你讲。我伫台中读册，即马人。会晓讲台语袂？会好，会使领奖品，好无？好，来，家拍拍啊，家拍拍啊。周前馆长朱立伟，咱的主持人，咱现场所有来宾、所有家长、小朋友，大家早，大家好。10多年前吼，我伫周立伟遐做助理的时阵，伊就真认真，一直咧推动咱母语、台语的一个发展。一个人吼，一世人，敢若仰望讲咱家己的认同，咱的台语台、咱的客语台、咱的原民台，拢一定。我当初去台北的时阵吼，我若讲国语吼，大家就听出来就讲啊，你真卡囡仔哦。所以讲，伫厝细汉的时阵，时代拢讲台语，但是即摆是爸爸妈妈、甲阿公阿嬷对囡仔，希望讲会用增加更较侪资源来配合咱国学文化基金会，甲咱的台语文全台湾第一个台语文创意园区，大家愈做愈大，愈做愈多人来关心咱母语台语。哦，我就是咧台语的利用搞。新来的人哦，咱怕死人的。新来的。来，大家听清楚哦，3036。你也会呢？哦。你敢若捌领过呢？我迄个囡仔的爸爸是阮原来演戏的迄个，但是阮拢无做演的，谢谢。来吼，以后就爱较认真仔演的吼，以后爱较认真仔演的吼，来甲拍拍一个吼，陆续插入中间，咱有12台的脚踏车，搁有 iPad 哦。搁有电遐边仔还搁足济咧吼，球还搁29粒咧吼，佮30粒还搁添一粒尔，还搁29粒。咱家拍拍啊，咱的黄兄，感谢吼，咱周董事长以及今仔日所有咱的贵宾吼，还搁真贤海议员吼，咱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大家好，谢谢。真欢喜今仔日吼会当来参加咱的台语文创意园区的这个活动真感谢吼，咱小朋友做伙来为咱上届这个讲话啦吼，还是讲为足生活化的一寡活动，还是讲影像的互动来学这个台语吼足感谢咱长期来推动的关怀文教基金会小芳一日法医吼同款。一阿伯有咱的台语台的时阵吼，我一日法医嘛含咱的周馆长、咱的周委员做伙一日法医来推动，咱爱有家己的这个台语台吼。即我目前台语台嘛已经开的这个活动会当圆满成功，嘛希望讲咱未来咱的家长、咱的小朋友，大家会时常来到咱这个创意园区吼，从生活化为这个足基本的
这个讲话吼，来开始学咱的台语。以早吼，大家讲，台语有可能搁搁有遐尼侪咱的母语的老师咧共同推动，互咱的台语吼会当向下扎根。大家每一个人吼，从生活为家庭开始讲咱的母语，互咱的台语吼会当这个代代传落去吼。一只祝福大家，嘛感谢各位，谢谢。有电电无？那等下人看卖诶，看一个卡达车吼。无第二遍。3控5控，第一声。第二声吼。有那讲无啦吼。3控61有哈。国校的我是学生的家长。哇，安尼2年会使互伊啊袂？会使啦吼，该拍拍啊，等伊看会当变4年的吼。来好，安尼恁的有摕着吼，已经摕1台啊。iPad 嘛，若要恁两个记就对，好，来有参加就有分啦。看
足老的哦，足老的，家拍波啊拍较大的。第二拍爱心。台语的，讲台语的。食过70日，逐工顺餐水当作看电视。几分的田地我要赚钱，用心肝来种好米。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囝儿孙仔逐日出头天。流水牛变死，又走人念歌诗。土地公地你着多保庇哦，乌云若过了会变晴天，着我芳芳心情会欢喜。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囝儿孙仔逐日出头天。流水牛变死，又草人念歌诗。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插插地来闪电打不落去。流水牛变死，又草人念歌诗。食台湾米，囝儿孙仔逐日出头天。流水牛变死，又草人念歌诗。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插插地来闪电打不落去。流水牛变死，又草人念歌诗。咱讲做粿条的手，做人就要命来，咱来看这流水牛阿妈种出第一名的台湾米，这阵来我声哈。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囝儿孙仔逐日出头天。流水牛变死，又草人念歌诗。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插插地来闪电打不落去。流水牛变死，又草人念歌诗。
噜，进来走，嘟嘟噜嘟嘟噜，进来走，嘟嘟噜嘟嘟噜，进来走。安全路，嘟嘟噜嘟嘟噜，安全路，嘟嘟噜嘟嘟噜，安全路，嘟嘟噜嘟嘟噜，安全路。真欢喜，嘟嘟噜嘟嘟噜，真欢喜，嘟嘟噜嘟嘟噜，真欢喜，嘟嘟噜嘟嘟真欢喜。来着呢，无你坐到那得了，坐到那，来，看我，来大一班赞不赞？赞！这几盖哦，这几盖哦，酒馆店赞了。再来这几盖哦，来南一文恒库赞了。多谢大家。3483，点点。所以佮抽一条票了无？佮抽一条票。哦，真恭喜，咱家拍头啊一个。还不够笑，太无够笑啦！太无够笑，这学台语、讲台语，有哪有好处对唔对？有哪好哈？来好，专工对高雄来，横落来哦，咱家拍好啊，好唔好？就横落来哈。多谢董事长、姚议长、区市长吼，各位好朋友，大家搞早，大家好，大家出头天。我有一个足好的亲情，去日本Okinawa的迄个乌米仔个店，因老爸、因老母，甲我的朋友，甲伊的牵手4个人，我的朋友拢习惯讲国语。所以伫乌米仔个店内底，甲因牵手就伫遐讲国语，但是常常日本人讲日本的店员互相伫讲日本话，讲细字哦，迄两个吼，等下会做差啦哦，迄中国人。我的好朋友伊老爸老母听有日本话吼，专业的哦。3148，上台。恭喜！我叫郑嘉欣，然后我是今仔带2个囡仔过来遮参加活动，谢谢。姚议长、姚主席、吼，周院长、吼，区市长、吼，来何主医师、理事长、吼，各位乡亲士大，大家搞早，早。哦，各位啦，吼，恁敢知影即马什么鱼啊长咧出？乌仔鱼对吧？吼，我有听到啊，大家拢内行对吧？乌仔鱼爱炒什么上好？酸啊对吧？吼，这真正是有内行啦吼。先爱炒酸啊，你知哦？第一上下味嘛对吧？先下味咧，因为咱台湾话有一个俗语啦，咱讲吼，正月仓2月久，3月幸4月幸。5月爱食啥？5月果，6月蒲，7笋8乌，7月食笋啊，8月食蚵仔，9过年啊10芹菜，11蒜食蒜啊啦，12白是哪包白啊哇吼，12月大出哇，所以吼11月芹菜上着时啦，吼，所以吼咱讲啊吼，像乌鱼啦，像食乌鱼，因为小雪小出。大雪大出，就是讲吼，迄祭开啦，顶礼拜六拄啊大雪哇，迄祭24祭开哇，
当是乌鱼的时间啦。所以吼，咱台湾话吼，甲即块土地有密切的关联啦。所以咱若想要甲台湾即块土地连结，咱就必须要安怎？讲台语是不是安尼？以后国中、高中嘛有台语课啊，即摆敢若国小哦，而且哦，台语已经列作国家语言啦，台语嘛是国语的一种。以后渐渐去到每一个政府单位，拢会听到台语，所以未来就是安怎台语的世界，大家做伙来讲台语，大家讲好不好？好，多谢。抽一张啊，吼，看什么人吼，有缘。3080有啊，有你遮无？3080有你遮无？来，弟弟来，请你讲你的名，个请你讲你的名，你读倒位吼，讲甲大家用台语问候一下，好无？贵了。海报歌手，海报歌手的贵乐小朋友，大家甲伊抱一声。海报歌手，来好，安尼，来，恭喜你啊！来，恭喜。咱接着主管长吼，咱也甲文姚院长，甲咱所有贵宾教授，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中昼平安，大家好。今日足欢喜有这机会吼，参加咱台语文这个创意园区所举办大家来讲台语这个活动吼，这讲台语真正好吼，尤其是今仔日这个日子真正水吼，天气嘛真好，所以讲呢，大家当认真来讲台语来推动台语。大家拢会当过着好日子，只要咱大家认真打拼吼，咱台湾一定会当今年开花，年底就互伊结籽，安尼好啊无？好啦吼，这个建筑呢，一只嘛要祝咱今日大家吼拢会当身体健康，满面春风，行路够有风，做来一个成功，家庭美满，风度大展，五世吉祥。3528有无？爱讲一个台语啊！你叫做什么大名？住伫倒位？看文山，住伫大埔。哦，大埔啦吼，拄啊伫海埔，即摆伫大埔，住伫埔的较会着啦。足认真在推动伊对社会公益的代志足用心，伊嘛有甲咱送咧。三数一数，我照念吼。第二遍吼，三数一数，有诶来过来吼，来一个起来要帮忙。3025，3025，3025，3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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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22 3122 3547 3547 3547 3297 3297 3297 3605 3605 3435 3435 3435 3436 3436，恁哩连做伙哦，3436 3356 3356 3356 3621 3621 3621 3287 3287 3287 3084 3084 3084 3390
3390 3390 3549 3549 3549 3431 3431 3842 3842 3842 3384 3384 3384 3490 3490 3490 3456 3456 3456 3232 3232 3232。好，拄则有念到你已经有对好啊，请上台好无？
你看副地甲这两位学生，咱甲校长拍一个拍好唔好？来，咱请校长出去，甲咱讲几句话来。感谢咱基金会周董事长，咱所有的今日在场的贵宾家长吼，我看真济甲小朋友吼，阮是大德国校的歌戏团，咱彰化县无几团，大德国校较有一寡历史。学校伫咧发展这个歌戏团的过程中，发现到咱的囡仔对这传统的戏剧无一定较了解，但是因为咱的剧本，因为咱的音乐，甲一寡的歌戏的身段来传授咱的囡仔，囡仔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到演戏的趣味。歌戏的快乐，甲咱台语的美丽最大的支持哦，感谢，谢谢，谢谢。摕两康好，摕两粒球来吼，来摕两球哈，麻烦。三数，哇，三数。有大瓢啊，拢有大瓢啊哈，来。3615，无啥名，3615，后边一个咧，小花起地入里恒。主持人介绍，阮是咪咪啊笑念歌团啦吼，先用这个4句联哦。来，大家介绍一下，讲咱的故乡是台湾，较早是田园小乡村，教人念歌有习惯。阮是咪咪啊笑念歌团各位朋友大家好吼，我是下大贡献念歌的阿弟啦吼。哈对，我是大贵县的安啦吼。对。人咧讲吼，总请列为正平台。若要听歌就紧来。若要听歌就紧来。虽然小妹仔的声音有较歹。头听姊妹恁就知吼，咱要讲吼，卖咸啦吼，卖咸，菜脯囡仔罔加咸。这是拢做先甲大家拍招呼一下啦吼。这个念歌伫咱台湾300多年的历史啊，因为咱台湾话咧。本身哦7声8调，讲话中间就出现着音乐啦，配合着这两种咱台湾的乐器，这叫做大弓弦，这叫做月琴。台湾话会晓念，就有这个音乐出现，也配合着两个乐器，哪讲哪念，就叫做念歌啦吼。大声先开一个头，先甲大家拍一个招呼一下哦。咱这无字幕吼，大家耳仔转较大声的，听较有的吼。等下哦。阮念的歌句吼，恁若讲会出来，有送奖品哦。讲 iPhone 手机吼，第15代的啦吼。第15代哦。认真听吼，来先拍一个招呼。总的请会当拍谱啊啦。别嘞。歌就进来呀！可以拍手了啦！念歌的表演呐，是真正精彩，好听的姊妹，恁就会知；好听姊妹，恁就会知啊！大声呢，先唱一个歌头。古早伫外口咧念歌吼，毋若讲唱一条呢。阮某回来啦，
朋友甲我带转来耶。哎呦，拜托的，下课唔好要动。哎，知影通转来啊吼。嘿，我甲你讲哦，你若唔甲我共床内，我要出手哦，甲你使。哎呦，拄转来你就想要你起骹动手啊？哎呦，你家己听看卖啊，我就是细苦。哎呦，叫做苦是阿玉啦，我即摆住伫山顶哦，回音很大。哎呦，讲我嫁着这款的翁啦，出去讨糖，甲他放伫米翁啊，空空人叮当，伊咧吊档啊。讲话较客气的哦。我想要嫁翁儿，饭翁洗你，无记我嫁翁啊，养家啊。什么嫁我就是养家。我就无爱嫁，甘愿留较伫我厝食安眠。哦，甘愿伫厝食暗暝。哼，人讲吼，贤夫令富贵啊。对啦，你讲我。你哦，恶夫令夫贱呐。哼，较早我就是目睭看无现。才会娶到这个某这不贤啦！什么咧嫁我哦？嫁我就是牙家，讲话甲我较注意的。敢若要嫌哦，我嘛会晓嫌啦。人讲娶某，迄是较快活啊。无伊我娶某是倒拖磨啊！我是安怎甲你活？你嘛讲看卖。我嘛会晓讲啦，要知我嘛无爱娶，甘愿去做迄个罗汉脚。安怎？我无来嫌你，你都来嫌我是毋是？什么人先开始啊？哎呦，迄当阵吼，就是我唔知头去夹着你的尾啦后楼啦。哎呦，你若听看卖，这讲话遐歹听啦。哦，什么夹着我的尾后楼？各位朋友啊，恁知影尾后楼什么意思无啊？啊，有人知影无？知影举手吼，送奖品啊！第一得奖，免入汽车，有人知影无？两个意思啦，这尾后楼吼两个意思，其中一个吼，讲咱人哦，活到上尾啊了后，倒来咧住迄间厝啦，尾后楼啦。哎呦，讲话遮歹听，什么夹着我的尾后楼，这敢会听一下？嘿。哎呦，我甲你讲啦，我安尼吼，一日、三日才食一顿，迄个就鱼目睭是金金鱼，啊你有早起就无下啥人心袂爽？人讲吼冤家哦，话拢黑白讲，但是吼我这个人真讲道理，还是哦，伊拄我讲的都有影咧。哦对哦，咪偌可怜。讲三日食一顿啦，腰甲两蕊目睭金金黄啦，腿拢无力啦。这有影咧。是讲吼，什么人甲我讲要减肥的哈？哦，讲要减肥食较少的，哎呦，我即摆煞冤家甲我摕来做话头，哎呦，实在种毋是款的啊！哎呦，较早是无嫌嘛。阮兜山里打煞下来哟，甲我去啊坑啊！哎呦，近来是哪会遮红人？无啊。你是去学倒一人？甲我交代来。嘿，要学倒一人哦？我听唔免。教人学，让我二七三顿都食太无，不是互我倒伫咧个，哎呦，我头年唔捌呀草草。什么咧不是，互你住伫咧个？你若腹肚枵吼，台语园区即摆足侪物件通食啦。哎呦，唔捌食臭车，
这种话你敢讲哦？哎呀，我是有你配吧，也配戏，干那咧家己是金大猪。你甲我较准确的哦，你讲啥是猪？什么人应我就是讲什么人啊！你咧死老狗你！哎哟，甲你讲啦，阮兜厝内唔捌得无米，讲无通食哦，你是真正甜的。你食啥？三顿餐吃哩，就是按摩啊咯。哎哟，臭风的咸菜哟，是来个刀啊！我望买假红饭红好，哈无义假红倒了咯。讲话甲我较差不多的啦，食糜就食糜，按摩啊咯。哎呦，什么臭风的咸菜？食糜配咸菜，这有啥物唔对哈？哎呦，这也甲我摕来咸，实在是做唔是款的呢。哼，阮兜吼随你食温，要食清的你，不时嘛配迄个猪脚、鸭脚、甲鸭饼啊。臭屁，哪来啊？若讲到食糜吼。阮兜的糜是煮甲顶顶顶，哦，糜煮甲顶顶顶哦。对咯，讲无通食哦，伊是真久明呢。我别讲咧，若我三顿餐吃，就是咸菜干，有时啊去共分啊，分迄个咸蚵糜。哦，不适合我煲甲润怪怪，我唔捌食饭哦，全拢食糜。哈，你家己问看卖，这个咸蚵糜，但是有啥人食过啊？哈，你甲问看卖。什么咧无？在座的朋友啊，恁有人捌食过蚵糜有无？你看，哎呦，委员野手，这种高级货啊，真侪人捌食过啊。食蚵糜有啥物唔好？各位朋友啊，这个蚵啊吼，顶悬迄集叫做蚵糜啦吼。大家即摆提倡养生呢，蚵啊顶悬这集哦，这叫做高纤维啦。食这哦，帮助胃肠的蠕动啦。我养生偌好诶，叫你甲看这颗啦。唔捌好，唔捌补，哎呦，冤家甲我摕来遮安尼做回头，安尼甲我嫌，吼，实在吼，这个我想了就生气啦。还搁咧，什么啦，共分啥？共分菜脯念，哎呀，这拢乌白讲啦，菜脯阮兜家己都有拍的啦，阮兜吼食偌好你唔知啦，我是随你食温哦。也吃好的你，不是嘛配迄个猪脚裤啊，三顿拢嘛有迄个红控肉，敢讲无互你好过啊！哎呦，臭屁啊！好，迄个猪肉你拢专放伫饭店，迄猪脚咧。嘛专寄伫迄个猪肉店。我要用车去买啊，先行哪要紧。不是啊，去共分迄个菜脯咧，分无转来就表盐。好啦，无咧甲你讲这什么食的物件的代志啦，讲迄拢无路用啦。虽然吼，大家即摆咧食饭哦，但是我嘛是爱讲一个啦。讲安怎？这个哦，讲我唔出去讨趁。厝内的代志阁唔帮赞，这拢无影无食。安怎讲呢？厝内的代志我就是拢有在做。你做啥？对大家较抱歉哦，即摆咧食饭哦，但是我干那讲一件，恁听看卖，有影无？我厝内代志拢我咧做。阮兜吼，迄马桶雕一块乌乌的啦，较歹势啦，雕一块屎啦吼。我逐工放尿拢甲钻呢，
我转2礼拜，迄地我甲转落呢，讲我无在做代志。你水钱无去拿，搁甲伫遐讲东讲西。莫讲迄啦，我来讲啦，我若要转来哦，要做伙哦，好好做伙啦。人讲喙甲舌遐尼深度会相碍啦，我看吼，咱翁仔某合好才应该啦。囝若要冤家，带倒来咱厝内啦。莫伫遮见笑，互人知啦。看要冤家啊，小爸做你来啦。因为时间的关系，袂当甲恁哦冤较假啊。后面的节目还真济哦，各位朋友啊，慢慢啊欣赏是无问题啊。念歌到这要暂停，祝恁大家是发财有添丁。发财较赢迄个王永强。来听歌的朋友吼，现今会拼过迄个郭台铭。念歌到这里，要来停止，感谢恁大家的支持啊！多谢大家，谢谢。囡仔来听念歌，长期好摇饲。好摇饲。是大人来听念歌咧，身体健康，食饱鱼。食饱鱼。接阿伯来听念歌咧，长期过来带细姨。莫带啦。莫带细姨啦吼！在座来听念歌的朋友，抱我声甲吹落，一定拢会大赚钱。多谢大家，谢谢。哇，搁个一个抱我声来讲话，非常非常。台语文创业文区吼，这个所在，这你有份的吼。这拢是感谢咱的周清友咱的前园长，甲咱叶律师吼阿某这么用心，甲这个园区吼会当活化吼，会当台语文的一个创业园区。咱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啊，所以每一个这个语言拢会当得到真正公平的这个待遇吼。咱台语的这电视台嘛已经开播啊，所以咱会当甲这个台语的这文化，就是甲咱的行行顺顺咱的电视台，咱的语言拢有当安尼推广保存。当然咱嘛是这个推广吼，这个双语吼，咱囡仔当捌真济，会晓讲真济种语言的话，安尼咱的囡仔吼，伫这个社会不管是讲伫台湾，甲各族群的这个交通，也是讲甲外国人交通，拢会当有真正好的这个视野，甲这个交流吼。所以今仔日办这个活动，不但咱会当看一寡艺术家，也是讲咱的戏剧，也是讲歌手的这个表演吼，嘛会当互咱大家共同来过一个真好的这个假日吼。我即摆伫厝内水公司的服务吼，水吼。3283 ，OK， 3283。3498 3498。大家讲台语，赞！
要比传过一届，大家讲台语，赞！好，好啊，大家好朋友。头久啊，咱大家听迄音乐唔知有水无？所以听咱的细囝，互因有机会，啊，互因咱要讲咱会当一直来甲因鼓励，一直甲因栽培吼。啊，这就靠咱每一个家长，靠咱学校，靠咱政府，啊，规个社会大家做伙来鼓舞吼。好来，咱即马要来邀请你的号，摸彩券吼，摸彩券你的号码是3015，3015以及3014，3014这两位好朋友请上台。哦，拄好是工作人员啦吼。哦，这个就是咱有看到咱的第一间内面有咱的细汉囡仔，咱若去比。家吼来参观阮这台舞的文创园区吼。先上去。好，安尼啊吼，好啦，先来摸彩啦吼，来咱迄个。来3654，3654。3562，顶管有写一字林先生，还是林小姐，还是小朋友？林秘书无？好，人头久的是哪也有听无啦，比较少嘛听无啦。讲台语吼，有讲因才会听，啊会听因才会当讲，安尼好无吼？咱大家拢做伙努力吼，来。恭喜啊！食讲恁会有好成绩，捌听过这句无？拢无吼，所以拢无咧看台语台。你若看台语台吼，我上台拢会讲这句话啦吼。台语真深色，食讲会有好成绩吼。你若较食讲台语的吼，生囡仔成绩会足好的。恁相信啊？不相信？相信。阮兜囡仔讲台语的，吼，啊两个拢读医学系。有人吼，上台爱上少爱讲两句台语。讲台语真深色。3339。3339，哦，3339，错英文就是3号啦，所以2号拢3啦，啊，3339。哦，啊，大家会记吼，3号。3086。3086。好。你看你头光有贴丢种啊？大家好，台语真欢喜，大家讲台语，赞。我就是我一代，这个道理爱然后。
海走公空，去倒位拢会知。我后车出去走公空，真正有失败。唔定比比拢总来，比啥人较歹。喂，小蛋嘞，这个妹妹可爱。我陪车上车拄着做铸造相机，油门甲水落，恁拢总拢相比。无咧管太阳顶外摩托 OP， 规来不灵不灵，想想来排比比，甲水落，水落水落水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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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我吃，我爱奥多巴。我的主位做180，不惊在哪里啊？歹势听无你讲啥的，讲是大声。赶紧小手来骑车，莫叫我失败啦！我走海走公空，去倒位拢会知。我后车出去走公空，真正有失败。唔定比比拢总来，比啥人较歹。喂，小蛋妹，这个条件袂歹。我陪车上车拄着做铸造相机，油门甲水落，恁拢总拢相比。无咧管太阳顶外摩托 OP， 规来不灵不灵，想叫他排比比，甲水落，水落水落水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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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吃。
精彩，你看咱的台语安尼。篮球，我来。是咱的作为公司赞助。那要拍篮球，4人就免数球啊吼。来，3618。3618。一场31控数。31控数。来。你好，拍拍声。你好。好来，咱赶紧来模彩吼，来5位。来，咱要送的是啥物款物件？你摕来展示一下。来，你摕来展示一下，等下观众朋友。326哦，唔对。安尼我就紧张，我想讲伊是个3535。3535。来，跟一位好朋友3535。3535，较紧的哦，来台前。3639。3639。我念一遍，第2遍，搁第3遍，无就我正再来哦吼。3533。3533。我无爱记的款的吼。无因你较远的所在。3584。3584。3662。3662。变第二次哦。你现场3584，啊无就爱搁订抽一张，好无？啊是咱这个阶段像安尼，像安尼好。相当运动嘞，真欢喜，大家讲第一，赞，豆豆要比出来哦。散了。起来电筒。起来电筒啦。起来电筒，袂当坐。起来电筒。起来电筒。是。这是3.6额啊，是。伊个抽管啊，唔是干那呢尔哦。3706。37。来。安尼讲法嘞，你坚持要去吼，哦，啊你抱车家鼓励一下，好来，来翕相。一个安静的暗暝，我知影你有心事，困袂去，烦恼你的过去，受尽了地，艰苦真多年。
是好天意，你有一个美丽的你。啊，天公地总会保庇，你透出来有望，可是好天意，愿你平安。 顺遂台湾。谢谢。 秀水，敢有讲秀水？无，安尼钓的款吼，来秀水来。就知影我倒是写无着，其实吼，毋是我毋知影秀水，写头敢有？我写着咧，来遐遐，好哩。
啊？大川，是人家我咧个兄弟，你，嘿你，万年有啊无？谁讲嘛？万年，来，对啊唔对？对。 虽然是离你暗淡，心内感觉真难过。你对我念在我肚，最需要是我要。人若知就天的落花，名声飘飘对落。 造成无聊的命运，画面的胭脂水粉，打扮当清水。情有代表的歌唱，让人用笑阮分。因为我有惊来，生命为命，难可无疑论，哪通？ 独情的黄昏，为你心肝乱纷纷，亲像在这样努力，希望靠别人。目前路离开了后，总得爱情梦中，有你也在我。 用心有何望？用心栽培努力。相思的露水一样，将我自身抛弃出来，放你的提示你，予我心内欢喜也惊，目屎也流落。 小姐好人是我啦，因为我来借着的时阵，是真正忍袂入去告知，所以我忍袂过一时，煞来甲伊起诉落去。不过天星嘛知影，你知影，我嘛知影，伊的好是比上来好啦，大概是欢喜过头啦。 Yeah.
有缘是哦，做阵感情来哟。哦，白日多，热恋的人真是滋味，看透你你哦，爱情的路像花水，小风更一一起。笑到乱乱撞哟，白日多，从容的人有勇气，不惊一切哟，无论啥天也半暝，无好也敢去，无好也敢去，无。这两个俊男美女美女啊，吼，对倒来，你有讲对搭搭赛车爱赛2点外钟，我早，阮小妹啦，有想无？我较水，伊较歹，比水啦，我较水个，不但安尼哦，佮甲咱找红包来啦，甲拍拍一下好无？安尼无咱印刷嘞。啊，所以吼，有一年专门印所有的簿啊，送互咱关怀咱的囡仔小朋友的迄个簿啊。结果第2年讲要送，结果全袂记哩啦。啊，即晚咱伊今仔来啊吼，伊毋知会阁送啊袂吼。食果子啊啦！食果子咧拜寿头，食米饭叫猪头。对啦，算欢喜啦吼，所以讲台语爱有情有义，人欢喜。所以希望大家来遮吼，会当身体健康，所以较领爱去啉一杯茶，互你身体健康无问题哦。教育大学台语文系系主任吼，系主任彭耀庆教授，台文啊台语，台文系啊是文学院的副院长，也是系主任。这拢全台湾推动台语第1名的，拢遮拢第1名的。李教授，李庆华教授，罗教授吼，罗光成罗教授伫咱的迄个电视台，恁经常来看14台，咱的台语电视台就经常会看到伊吼，罗光成，也是阮几落当前开始咧推动讲母语属互你。迄个活动，迄个时阵，母语的名推动一个啊，咱的国的即个各种的店家，若是你讲台语，伊就属互你，也是送你一项物啊吼，迄就是即个发明出来，甲拍一个拍啊好吼，甲拍一个拍啊，副管长吼，伊嘛足够讲台语的吼，较听得到字。教育处长、陈处长吼，但是迄插我搁一个教会的迄个代表党吼，啊教育部，副处还袂来吼，副处还袂来好。来，我去看到一个，咱的迄个来，啊，这个是来，这个你听到没？这足多拢有的，除台位台南、伫高雄拢来吼，这个拢除台北来。啊，还有这位贵宾校长，李校长来，啊，这个陈校长吼，我想咱这拢无分，倒一间大间啊、细间、小学还是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咱大家拢做伙要紧，社区社会大家拢做伙来吼。啊，咱透过咱的迄个是咱本土团的负责人吼，本土团的负责人吼，王阿姨啊，咱有看迄个吼，来，啊，搁有咱大家拍拍啊吼，所以这无限中华关其实专有刘校长吼，刘校长，这两个共一家出2个校长安尼啦，一个洪校长，一个刘校长。
因了没？啊，还有这个中华路中陈校长，这足大个。我若看到伊，我就爱伊坐。嘿啊，啊，还有艺术高中咱李校长吼，啊，还有阮同学，啊，我若讲闽南语吼，人讲我若去台中市讲闽南语，人讲还是海口来，因为我的口音应该是足重的啦吼。啊，今日来参加这个活动吼，因为这个咱这个周清阳前馆长啊，推动这个台湾的这个母语啊文化啊，足用心的吼。啊，佮加上咱主席嘛足用心，咧斗三工安尼。我看特别啊办活动吼，伊两个阿某拢一定坐镇吼，拢一定伫遮吼。我感觉吼，因为我定定有当时啊咧讲话，我会用迄个台语去做一寡有押韵的这个四句联啊，我感觉蛮好的。啊，身体健康用的，老乡的。啊，若有歌戏演吼。啊，我来讲啊，我讲吼啊，这个船啊足澎湃，后甜的也有咸的，啊，等下佫有果子，食甜甜，互恁结会满厝边；食咸咸，互恁做人做事拢无人嫌。啊，食果子，互恁留厝一直去。啊，咱来凭这对新人的福气，拢会荣华富贵长乐乐，身体健康免烦恼，食到100上介好。啊，阮这代啦，吼，阮这代莫讲讲我来，阮。啊，来，我想咱部长先欢迎，其实今仔做，咱后壁还佫有2个吼，还佫有2个，咱是是请咱的郑医师。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有应要求讲准备5首诗啦吼，但是5首咱有真济吼，啊无拄一定爱念了啦，所以我就念一首了。啊，就看大家反应啦，若无啥反应，我就收起来啦。看啊，念啊第几首安尼啦吼。啊，这拢最近的创作啊，也未发表啦吼，所以今日拢算第一遍发表吼。第一首诗，母语的树话，你的树话，互人压制，倒伫涂骹，点出一个真水的死亡姿势，敢若活咧的姿势，有寡艺术的叶啊，游园伫无远的所在，地等待转来厝人团圆。想象你摔落来时的瞬间，一声真疼的哀叫，拍算长开进前，有淡薄仔遗憾。淡薄仔哀伤，怨叹互人吞得，佮互家己人看无目地。母语的树话，母语的画质，家己言的 DNA 甘好调咧，总有一天会佮活转来。亲像世界上遐个有志气的母语。个扯起来母语，就是啊，半老老啊，半老老就是讲半老唔正老，你的老也是迄字老，啊迄字老啊迄字老，啊老就读做老，读做老，读做老啦哈，半老老，人若半老老，就爱知家己的轻重，唔通唔知家己半通使。也阵家己真够演讲，结果煞无做演讲家。也阵家己真够写作，哪会作家名录败无生寿？也阵家己有画图天分，哪会画家毋是我的名？也阵家己真出名，哪会名片印甲滚来呀？哪到半老老，也搁得。爱讲家己外交，已经无真老。若到半老老，也搁用家己的嘴做指点，想要甲家己压起头壳顶，算起来已经无够巧。半老老，目睭皮好好，看袂着家己，煞干那看着家己。哎，剩一支嘴伫咧
喘大气。以上，姜有收，藏伫皮肤上下骹，派一只细只姜探头出来，叫你甲拔。你若拔，一只姜藤就一直拔起来，想这要互你甲拔，你愈拔伊愈拔，愈拔愈姜。若挡袂牢，甲某摇哥，伊甲藤赶落去下骹，愈赶愈落去，皮肤嘛愈来愈薄，最后无皮。其实姜是香，若莫加香就袂姜。无用冰有，用冰甲有香。若甲捂互冷机姜就会对咧死去。以上代理见。咱拢是咧拍无影无食的战争。咱美伫因的国旗下骹，辛辛苦苦的一支欺负咱的旗啊！希望一日。伊会变做咱的国旗，变做咱的国家。其实，咱已经有真济台湾魂死伫这支旗下骹，鲜血染红满地。因嘛捉出来的迄支国旗，其实因嘛是唔情唔愿，因嫌这支旗上细支，因真摇摆。伫心内的一支大旗，会当互较侪台湾魂死伫下骹，鲜血染红东方。咱毋是咧选总统，咱是咧选国旗；咱毋是咧选举，咱是咧拼生死。以上，真好运到来到第5首啊。这首是我看这个伫纽约的行为艺术家杨金池，伊所做的一个行为艺术，迄部迄个纪录片啊，足感动，所以我写这首诗，互我死，救地球。一天一个啉了就弹掉的阿罗米罐啊，一天一个就好。一世人3万个，3万个管仔为天顶落落来，你互地球的，伊做一群行互你，轻轻锵锵，乒乒乓乓，亲像咧摔大雨安尼，为你的头壳顶点落去，甲你呆呆的，你的灵魂为粪扫堆收出来。衰弱的声音，涂骹底传出来的声音，敢若弹雷。互我死，无你就救地球。以上，多谢。陈志辉，第3月的暝时，要互恁听见顶伫身躯的鼓吹喷出来的心声，温顺佮坚决。金色的意志，对方灯色，头捌落地，肌捌断离，总是不愿自离地。失声的苦痛，你为上深的腹内练习发声，一声搁一声，一声搁一声，我要叫做万枝花。叫做木棉花。第3月即是，要互恁看见坐伫身躯的星座，赢出来的发相，端庄又搁坚决，金色的意志，像一头金丝丝，头捌落地，肌捌断离，总是不愿出泪滴。生命的苦痛，
要用软足无力的镜头啊练习写名，一摆搁一摆，一摆搁一摆，我要写做半枝花，唔写做木棉花。多谢。代志了后，迄件代志了后，全国的嘴拢互锁起来，一半的啊无互锁着的，拢互用庆纸锁起来。迄件代志了后，每一个嘴简单会当唱。啊，美丽的宝岛，人间的天堂。迄件代志了后，每一个嘴干会当学了，伊是自由的顶头，民主的当声。迄件代志了后，每一个嘴干当一种声音。迄件代志了后，阮阿公、阿爸死唔愿刻目，阮阿母、阮阿嬷目屎滴背离，多谢。他到的所在拢是台湾。我问咱有种的抱负啦吼，咱定来出国去佚佗，伊就是代表台湾。所以你卡大的所在就是台湾。你就是台湾，所以你来做了有伤害着台湾民主的代志，其实你对台湾就是有失礼着。好来，用母亲的喙齿拉动福建的风云，照着拉丁美洲之家的暗暝，自在、自信，亮出无义的年芳。我深深将台湾的招牌登点拉丁民族的虚空。我无爱用知、吃、诗、日表明我的身份。福建的夜色是古白色的 ，Buenos noches 是西班牙色的。每一首歌诗的律动，拢有种诗人对祖国的呼唤。伫家己碧海这个岛国，我对远远迄个岛国寄望。我打卡到的所在。拢是台湾，多谢。然后用我的肉体做粮食，我知我会像风吹过的花打连去。不过我坚决选择徛定定，像一座铁牌的碉堡。这是一场永远袂停的奋战。我的同胞，咱得爱知觉，咱的精神。无伫厝，咱是风中的稻草人。我的同胞，咱着爱理解，咱的母语存在，咱的灵魂才会存在。母语是咱灵魂的徛基地。咱无权利怨叹魔鬼武艺高强，咱无借口怨叹时机伫魔鬼遐。咱爱问咱家己，为故乡做偌济。咱爱为咱的岛事做偌济，当好把抢夺咱祖先的遗产。我决定要像剑士，甘愿为台湾战到死。多谢。发烧，春天就到，我的心内就会唱歌诗，我会甲伊相对看，看甲阮两人。发烧，有地干啊发烧，春天就到，阮的心内就会出日头，阮会甲伊坐伫树仔骹，甲公园坐甲发烧，今晚有发烧无？有地干啊发烧，春天就到，阮的心内就会出腔，阮会牵着伊的手，甲规个街仔路。大家发烧，有地干啊发烧，春天就到，阮的心内就会开花。阮要伫每一个人的心内种一丛花，互每一个人发烧。啊，有发烧无？哦，啊发烧等于哦，等下个人发烧，等下哦 ，OK， 好，啊我的诗言到这里就结束。大家发烧。
天顶的星啊，请你保庇这个土地风调雨顺。天顶的星啊，请你保庇这个土地。 无辜风霜，天顶的星啊，请你保庇这个土地，无开平安。 天的星啊，请你保庇这个土地。天的星啊，请你保庇这个土地。 疼惜我的老师，所以这教育部长伫遮吼，爱甲讲，细汉真疼惜咱的一个老师，啊，咱到40岁以后吼，也会记得这个老师对咱的温情。伊这老师细汉甲咱讲，风吹无风袂飞，啊，风吹吼，伊是爱逆风。 伊才会飞，啊，风吹伊愈飞愈悬，愈悬的时阵吼，伊看到的面就愈袂清，啊，所以
这首歌，这是细汉老师甲咱教示，所以这首歌老师甲咱教示会听惜，那像咱的阿爸同款。所以这首歌我号做阿爸的风吹。啊，咱这阵吼。 阮阿爸老来做风吹，伊讲有一天你来，亲像风吹，飞啊飞，愈飞愈远，看到的美就愈袂清。 飞啊飞，愈
上来宾。 总统府姚志正，甲咱上敬大家敬重的周馆长，以及咱教育处陈处长，咱拄用上界专业上界好听咱李庆华教授，彭耀坤教授，以及陈医师甲伊的昆曲美声合唱团，各位贵宾，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大家嘛免烦恼啦吼，拄则美声唱煞了，唔是就要结束啊？迄个脚踏车一定互大家骑上去吼。够 iPad。是，足欢喜吼，看到遮济咱大人细汉囡仔来咱的园区来参加今仔日足有意义嘛足活泼的这个活动吼，自早起甲今嘛。自细汉唱到大人吼，我想这个活动的推手爱感谢咱周馆长啦吼，甲咱这个基金会所有的同事甲足侪合办的这个单位来共同来为着今仔日这个活动
来做规划甲办理。啊，我足感谢咱中华关咱教育处陈处长一直对咱园区相关的计划会一直用支持互咱足侪大汉人、细汉囡仔会当来参加我想伫这个台语的推动推萨，咱这几年虽然是足用力但是因为过去连这个母语都袂使讲，所以讲即马真侪这较中年的爸母无一定有法度伫厝的来教囡仔所以有人讲是毋是下行卖教都来转来厝的教我想这是绝对不可因为咱若继续无甲这个母语来推萨保存，我想尤其是下这段是互咱囡仔有机会来接受这几冬咱嘛一直甲改变像今仔日我想你若有自头看到尾，你就知影咱即马下囡仔一定嘛用更较侪这个互因伫日常会当来使用的语言透过这个较活泼的活动，会当互因确实学了会当讲出来我想这是咱继续爱搁较拍拼。今年正月初9咱由蔡英文总统正式发布国家语言发展法，我想这是对咱台湾推萨本土母语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大家为着这个法想足久，嘛讲足久，讨论足久，但是一直到今年，伊正式再来由总统来发布。我想这是希望咱有更较大的力量来推萨，互咱的母语会当一代一代传落去那今仔日我想大家会来这个园区咱周馆长讲若无讲台语是爱搁行一届啦伫迄个园区的门搁行一届。那像这种的场合，我想就是互大家会当用咱的台语有较侪机会会当互相来沟通，嘛会当互相透过你讲来看今仔日啦，咱两位教授，当然若要讲甲像咱两个教授安尼的程度，可能爱来100届，可能还佫袂够但是我想这就是一个上好的机会今仔就看到咱分处美声陈医师因这个团队你就知影咱台语是足优美的，嘛优雅若无你若无爱相信，你嘛会当搁请咱周馆长继续用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合唱团，搁继续唱互大家听我想这拢是咱后面爱继续大家来共同过来拍拼因为这个路佫足远的，希望咱大家会当利用这个机会嘛，互咱的母语互咱台语会当一代一代传落去今仔日我想我虽然早起足无闲坐高铁来到这看到遮侪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关心咱这个母语的推萨，而且我要搁讲一届这几冬我有看到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周馆长周董事长这个团队由这个园区的筹备，甲一项一年的活动来推萨，实在是足无简单嘛足费心为着这样，甲母语的保存可能袂输家己的性命。我顶下搁甲姚志正讲悄悄话，我讲你嘛个了甲动一下唔通安尼一路拢无停啦我嘛像阮安主老师若有啥物物件拢爱斗相共你唔通互馆长过度操劳是毋是大家用呼喊声来甲周馆长搁甲感谢一下。足多谢周馆长我希望咱有这个机会，咱国家嘛有这个发展，后边伫迄个咱学校内底嘛一个阶段会当来继续，互咱的母语，互咱的下一代拢有好的学习的机会，但是会当伫日常来使用，这是大家的责任咱大家为咱的后一代，希望知影家己的文化、家己的语言是世界上界水，就对啊本教授讲的。请你要用英语讲，还是用你的母语讲，100%，
是希望看到台湾的本土甲母语。我想这是咱今仔日伫遮来参与之外，希望今仔日行出这个园区对咱的家庭社区会当继续来拍拼。我用顶一遍参加这个活动哦，讲台语的家庭大家欢迎，谢谢，感谢。一定爱保证，但是嘛真需要着咱政府有重视，会当甲咱支持。咱伫遮着爱真感谢咱的教育部长潘部长，伊伫无有即个园区的时阵，伊就是完成邀请伊来，伊伫遮，阮今仔日将伊迄个时阵来的时阵，翕个相片，要来送互咱的部长，好无？就是伫遮还阁空空的时阵，来的。就是会当见证这个园区，其实是过去就是空空，是部长来，伊讲这么好的所在，伊欢喜来支援。伫迄个时阵，伊是部长，然后伊有一段离开去，但是伊搁倒转来，同款继续支持咱这个园区。咱真期待咱的部长会当伫伊的职位上真要紧，咱本土语言文化的建设，伊是上要紧、上开始、上拼势的一个人。咱伫遮有这个园区，咱多谢中华县政府，但是咱嘛真特别多谢咱的部长有这个支持。这片的活动，也是部长真大力的支持，咱才会当用这通办这条活动。所以伫遮，咱的教育处的处长，来，你过来，你徛着好。这拢有历史的见证吼，咱用热烈的鼓声，甲部长感谢，甲处长感谢，然后咱期待伊会当做足大的支持，互咱台语文的发展伫国际发光。请大家用热烈的鼓声，甲伊表示敬意甲加油。是非常感谢吼，来咱过来翕相。讲台语真欢喜，今天真欢喜。大家可能徛较晚哦吼，发三声若无伫现场，就爱搁换人后。好，宣布吼，县长讲若主持讲若念三声无回应，就换别人哦吼。好，注意听一下吼，33控9，33控9，33控9，第二声。过来33控9，第三声，人在哪里？安尼就去看啦哦。自我介绍一下。好，来，咱来做伙翕相一下哈。咱做伙来讲台语。真欢喜，那家好参加活动。安尼，接着咱要继续过来抽奖。342，第一遍啊，3055第一遍，3100第一遍，紧，到你现场。今仔第二遍哦。奥主讲台语哈。344第一届346第一届，来，请上台，来，起来，你是344 ，OK， 恭喜你，好来，再来讲台语，真欢喜，恭喜，多谢咱的主持，多谢。
座椅，座椅公司提供的，咱体委是咱中乡西主会及咱立法委员黄建明提供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的召集人柯总召伊送10台脚踏车。应该有时家己去。3316，有无？33。啊，一个帅哥来啊！来啊！恭喜3859。第一声。有无？3859，哎呦，迄边有人咧唱。好来，讲台语，真欢喜。3171，第一声。有啊。工作人员足辛苦的。3427，第一声。敢有？3427。第二声。两只手哦，嘿，敢若一个好尾鸟，嘿，来紧来紧。3465。讲台语，真欢喜。恭喜！3608。真欢喜。多谢。3694。3694，第一声。哇！3091，好，安尼我较好运。差点才有效。若无讲台语，差点无效。安尼真的是有智慧的差错。老师。哦，真好，谢谢老师。是。好，来，咱做伙来欣赏。这种呢是电热锅、电热锅，啊是咱小英之友会所提供的。好，来。3502。3502，第一声。真欢喜！哦，就有分量的礼物哦，好，恭喜你！800，第一声。3180，第二声。无人发声。3550，哦，伫咱头前遮，是咱的工作人员。真欢喜！恭喜啊3192。第二声。3625。3625。第二声。好，好，我先过来感谢。好，来，继续。3184，一声。哦，来，3198，敢有在现场？3198，台语真欢喜，恭喜你得奖哦哈！来，过来3684，第二声。保险，OK，第二个3348，第三个3604，3008，第四个3475。3679，请注意听吼，请注意听。第一声，真欢喜，看头前，讲台语，我爱你，好，来3172。第二张3412，3张嘛，对，拢中3张。哦，笑到安尼就认真嘞。3004，好，讲台语真欢喜。哎呀，笑一个啦，吼，就种足欢喜呢。好，来3448。3594，
3112，三五七四，好，来第一声，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恭喜大家。啊有米吼，恁安尼记得？好，来大家大只，这个大只。309，大只。台语，真欢喜。哦，你足紧张的，足惊抽到你家己对无？3497，因为你想要 iPad， 我知影你意思。好来。3103，第一声。好，过来哦，第二声。是咪下好爱搁行咧？好好，这个。好，来，大家来做翕相。来，讲台语，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来，爱管出来啦，就着你家己，我都无摸彩券，来来来。好，3328。第一声3。对，安尼使吼，咱就练啊。好，来，较头前的，咱含这台 TV 来翕一个相好，等下就甲徛转去吼。讲台语，真欢喜。3314。3474。认真听吼，拄则我搁拄条顶讲哦吼，就是这两张我搁念一解，3314。第二张3474，好来第三张。来3492。3599，以上是第一声。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一个哦，看起来是真高级的款，煮的饭应该真好食。好来哦，嘛是33114。喜，讲台语，我爱你。好，恭喜。好，过来。好来，3285。3285，第一声。台语真欢喜呀，3526。3428。309，你帮我隔壁。3659。3229，好来，1330989，3002，3674，10张吗？10张啊？哦，11粒，好嘅，3299，拢总11粒。好来哦，来我来真欢喜。3280，有无？听无台语就无多。3408，第一声。哇！有无？我看到有人咧走，但是唔知是唔是。有啊。过来，过来哦。哦，你聊到有够啊，功夫。好，我猜3012。第一声，3012，第二声，什么理由？好来做翕相，讲台语，真欢喜！哇！七顶车坐咧，好无？坐咧，阮坐咧才有分，拢唔免唱，来。